后来继续来到台中，这个中药烟中毒的案件，受害的人数即卖是28人，也有大约300个人咧等待检验的结果。台中市议员甲相关的单位要求台中市政府都要扩大来调查，针对涉案的这个中医诊所的患者，拢要甲因全部来做体检验血。也毋过，台中市卫生局讲，这个烟中毒毋是法定的传染病，无法度全部拢来做体检。不过，这个台中市卫生局已经动员600外的人力来稽查到500外间的中医诊所甲中药商。台中市议员周永宏和中华民国药师公会全联会理事长做伙要求台中市政府扩大调查烟中毒，对涉案的中医诊所患者普体验血。卫生局不强力的来做全面的检查，哈，那其他人就人心惶惶，他不晓得我现在到底这里面的药是什么药。但是台中市卫生局长詹主任认为无必要。这个并不是法定传染病。 也没有传染的风险。虽然讲中药烟中毒唔是法定的传染病，但是已经有28人中毒，还有300人左右咧等待检验的结果。到底中药的来源是伫倒？80%-90%都是大陆啦。中药材工会常务理事洪定科讲，较有重金属的，就是矿物类的中药，朱砂啦、千丹啦、雄黄。根据卫生福利部中医药司公布的中药材分项重金属含量基准通值，中药内底锌袂当超过3.0 ppm， 盐袂当超过5.0 ppm， 镉袂当超过1.0 ppm， 水银袂当超过0.2 ppm， 有毒金属总含量袂当超过30 ppm。台中市卫生局强调，已经投入653个稽查的人力，有调查596间的中医诊所和药商，只要是有用禁药，一律依上发办。